飞驰是我从年少时就一直在追寻的美好。作为车主，奥迪见证了我每一次跨界的飞驰，也成为了我长进下的主角。荧幕上的惊鸿一瞥，背后是千万张图纸的推敲，千万次细节的打磨。这一切就是为了致敬那个飞驰的你们。什么是我选 A 的理由？让引擎的轰鸣圆一个少年的赛车梦。奥迪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台豪华车，也成为了我梦想中的电影主角。大家好，我是17奥迪千万车主之一韩寒，很荣幸与千万车主共庆。1月15日，17奥迪千万用户盛典及新品发布之夜即将盛大开启，期待与每一位努力追梦的你成就千万美好。